由2022年至今，美國超過10位科學家離奇死亡或失蹤，當中呢8位係有極其緊密嘅關係，其餘嘅都有間接嘅關係。I hope it's random, but we're going to know in the next week and a half. I just left the meeting on that subject, so pretty serious stuff, but we're going to be numb. 美國總統下令徹查 FBI、CIA、能源部、國防部、國家安全部一同協調，要查出真相定係巧合。大家好啊，歡迎返到嚟不正常研究所，我係你節目主持黃天。我整合咗呢10多名嘅科學家，其實係有3個情況嘅，包括係失蹤、自殺及被殺。我哋簡單睇一睇6名失蹤者，之後先至整合佢哋嘅工作同埋性質。Monica J. Wesser 2025年6月同2位朋友行山嘅時候，只係稍為跟唔上，之後就離奇失蹤咗啦。Melissa Cassius 同樣喺2025年嘅6月失蹤，佢嘅房間染有血跡。手機被重設，所以通訊記錄冇任何嘢可以查到。Anthony Chaffetz 2025年嘅5月喺屋企附近散步嘅時候失蹤。Stephen Garcia 喺2025年8月，佢離開屋企嘅時候只係帶咗手槍，乜嘢都冇帶到，跟住就失蹤咗啦。Lel McCasland 2026年2月，佢離開屋企嘅時候，同樣只係攞咗槍，乜嘢都冇攞到，就失蹤咗啦。Jason Thomas 2025年12月離奇失蹤，喺2025年至到2026年嘅短短9個月之間，6個頂尖科學家失蹤。Melissa Cassius 先唔講佢房間有血跡，手機被重設，擺明就係被擄走。之後有2位攞住咗啲槍衝出咗門口，之後就失蹤咗。佢並冇帶手機、銀包、鎖匙等隨身物品，似乎走得好急，充滿住疑點。之後幾位被害者 Lulu Noverio 2025年喺家中被槍殺，並未有人被捕。Carl Gromer 2026年2月，佢一出門口就俾人槍殺，警方拉咗行兇者，但冇公佈到行兇原因。Michael David Hask 2023年7月離奇死亡，官方並冇公佈任何資料，死因不明。Frank Myrold2024年離奇死亡，官方亦都係並冇公佈任何原因。跟住落嚟最近期嘅呢2位，2026年4月 James Tony Malfield 佢揸小型飛機墜機，一家4口全部罹難。David Wilcott 2026年4月佢報警，警察嚟到佢屋企門口，佢就喺門口自己吞槍自殺。佢係一位神秘學研究者。佢有著作《圓場》、靈性揚升，係身心靈研究者。喺出事前2日，佢喺社交媒體叫人珍惜生命，同埋佢唔會自殺。11 scientists with high-profile clearances have vanished or died since 2022, with an uptick in cases seen within the past year. President Trump said we'll know whether the cases were random or coordinated in the next week and a half. 之後我哋發現呢8位頂尖科學家喺工作同埋研究領域上面，佢哋絕對有關係嘅。Lel McCasland 佢係一位退役嘅空軍少將，係 AFRL 即係空軍研究實驗室嘅指揮官，負責管理美國空軍高達22億美元嘅科學研究開發嘅預算。佢研究同埋監管嘅項目咧，主要係航太工程、先進嘅武器同埋高度機密嘅國防項目。佢係最核心嘅人物，佢有份撥款資助 NASA 嘅 JPL 同埋 LANL 嘅項目研究。JPL 就係 NASA 嘅噴射推進實驗室，而 LANL 咧就係核子武器計劃科學與工程支援。研究嘅核心係 GPS、能源、核反應爐同埋核燃料。而 JPL 嘅 Monica J. Wesser 佢係航天材料科學家，開發火箭引擎物料嘅工程師。Lel McCasland 係直接監督 Monica J. Wesser 研究項目。Frank Myrold 喺 JPL 負責開發噴射推進引擎，資深工程師。仲有 Michael David Hask 都係 JPL 嘅噴射推進引擎嘅研究員。佢哋2個係比較早遇害嘅。官方亦都冇公佈到任何死因。最後一位 JPL 嘅成員 Carl Gromer，佢係一位資深嘅天體物理學家，
佢對於銀河系嘅結構、暗物質同埋系外行星嘅研究都做出咗卓越嘅貢獻。另一個機構 LANL Melissa Cassius， 佢係 LANL 嘅行政助理，佢涉及一系列嘅美國核武及國防敏感研究。Anthony Travis， 佢係負責核武研究嘅。最後一位 Stephen Garcia， 佢係 LANL 嘅外判商，持有最高機密嘅許可。以暫時嘅拼圖嚟睇，我哋會見到有核武、核動力、天體物理學、航天材料開發同埋噴射引擎開發。我哋拼埋嚟到睇，我哋就會見到係最先進嘅航天科技，可能係核動力噴射引擎。但係我哋唔會咁快下判斷，我哋再睇下其他個案。看似獨立個案嘅 Lulu Novello， 佢係電漿物理學家，擔任麻省理工等離子體科學與聚變中心嘅主任。佢研究核心係磁化電漿體嘅動力學，對於實現人造太陽、核融合、潔淨能源等項目。去到呢度睇到未？唔係淨係航天科技咁簡單，同能源好大關係。仲有一位撞咗機，全家不幸遇難嘅 James Tony Malvery， 佢係退役軍官，多年飛行經驗，亦都係航太國防工程師。係咪咁啱得咁巧自己炒機呢？以上講緊嘅都係2023年至到2026年嘅個案。連環不幸事件由2025年中至今係發生得最多同最頻密嘅。究竟係有啲嘢唔想俾佢哋知道要滅口，定還是唔可以俾佢哋再研發新嘢，影響咗所有嘅既得利益呢？我哋將時間點再推前少少，係2022年嘅6月，佢係第一個受害嘅個案。Amy Eskridge， 佢係最年輕，只有34歲嘅科學家，佢主力研究反重力技術。佢嘅研究挑戰傳統物理學，改變太空旅行同埋能源產業嘅推進技術，同埋佢嘅研究同不明飛行物係有關係嘅。佢爸爸係 NASA 嘅工程師，兩父女共同創立 Institute for Exotic Science 異國科學研究所。生前拍咗影片放咗喺社交媒體，佢話受到好大嘅壓力，亦有受到定向能量武器攻擊。We discovered anti-gravity and our lives went to and people started sabotaging us, and it's a harassment, threat. It's awful.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like, I don't know, 4 or 5 years. And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it's been like escalating, like more aggressive, more invasive. 加埋最後呢一幅拼圖，我哋會睇到不明飛行物同外星科技有關，反重力裝置、核動力引擎。會唔會同 Donald Trump 所講佢想公佈外星人嘅事件有關？定還是得罪咗能源企業同埋軍工科技？定係全部都只係個別事件？定係外國勢力針對美國嘅先進科技滅口事件呢？ Donald Trump 已經下令咗徹查 ，FBI 會調查時間線，包括遇害者見過嘅人手機上線嘅時間、電腦上線嘅時間，調查家人同埋聯絡人嘅背景。CIA 會調查有冇可疑嘅外國聯絡人招募、收買、威脅嘅可能性。能源部會調查能源技術受害人，整合名單分析。國防部會調查軍事科技嘅承包商有冇出問題。國家安全部會調查有冇機密外泄，評估有冇風險。希望盡快查個水落石出。最後同你回顧一下經典嘅科學家被殺。1978年，英國嘅科學家馬可夫喺倫敦嘅巴士站俾人用落咗毒嘅雨遮吉死。調查結果係保加利亞嘅秘密警察暗殺，背後係有蘇聯嘅 KGB 支援。1985年，蘇聯嘅科學家亞歷山德羅夫出席西班牙嘅無核化會議，最後佢冇出現，失蹤咗。1982年至到1990年，英國有25名科學家離奇死亡，撞車、燒死、吊頸、中毒，你想點死都有，但係全部裁決為自殺同埋意外。翻嚟今次嘅事件，究竟係1. 深層政府怕披露外星科技；2. 能源企業、軍工科技既得利益者滅口；3. 外國勢力集中打擊最高科技人員；4. 全部都係個別事件。唔知你認為邊一種最似呢？定還是你心目中有第5個答案呢？都請你留言話俾我知啊！今集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頭先資料有錯或者有咩需要補充，請你都留言話俾我知啦。我係你嘅節目主持黃天啊，多謝大家收看，拜拜。